位天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大家就知道阿權妹嘅想法色彩係當無限，一按無限嘅情形之下，有陣時我就會想要好好嘅坐下來，好好嘅泡一杯茶，好好嘅飲一下茶。 沉澱一下我無限嘅呀心情和個感受，唔過吼呀色茶其實有當到優良，當到技巧，當到無共用嘅呀，甚至講文化都地度哦。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呀留機茶葉吼，見到做嘅茶非常嘅有嗰種溫情嘅感覺，阿權妹我自己非常嘅中意哦。細細嘅腳來分享佢哋留機茶葉嘅劉掌櫃和個 Jenny 歡迎。嗨，大家好，我是劉掌櫃，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劉記茶葉。大家好，我是劉記茶葉的徐藝琴，今天很高興來這邊分享我們家的好茶。好，歡迎劉 V 來到節目當中呀。Jenny 係客家人嘛，對不對？是啊，掌櫃是混血客家人，對，山東跟竹東哦，雙東，雙東混血。嗰時候來邀請人家就來有看到現場有擺啊講的茶席在我面前，看起來就很療癒。這跟我平常喝的茶等級有點落差太大。我平常是咩樣的色茶嘅，也有一些也太高級了。那我今天就來奢侈一下，享受一下。這些茶具都是掌櫃跟 Jenny 帶來的。對，你看，平常史蒂夫卡色茶都這麼有興致，這麼奢華嗎？儀式感，對，正式的茶道就是用這個，這也是我們台灣的老師做的一些作品。對，你說這個器具的部分嘛，對，哇，所以我要很小心，要一大籃。喝茶要有儀式感，要審美，對不對？喝起來好的茶配上好的器具，心情啊各方面啊都會疲累的一天的工作之後，這樣子喝會很舒服。對哦，有在這個劉掌櫃很舒服的語速之下，有感受到那種惬意的悠閒，還有好茶的米系，這個茶好香哦，有一種法香的米頭，對不對？有花的味道。洋甘菊。對，洋甘菊烏龍茶嘛，對對。所以你可以夾到，也係夾到不卡嘅茶哦。啊呀茶唔但搶有呀傳統呀清悠揚嘅台灣嘅烏龍茶，佢含添加嘅呀花草落去，啊有當到呢啲嘅商品撒下來，再同大家來紹介。啊唔講我先問一下劉掌櫃，你自己色茶，聽說你非常講究這個喝茶的五感的體驗。就是唔但嗆色茶，嗆味道跟嗅覺、味覺、嗅覺而已，你還要包含這個五感的體驗都要在裡面。要，你看一個好的茶，對不對？拿出來泡之後啊，跟朋友們分享，或者自己在品的時候，當然要有一種美的味道在裡面。所以我們會對一些，像我們常看到一些壺啊、茶壺啦，對不對？我們也講說茶壺可能講究它的材質啦，那可能對泡出來的茶會有加分啊。然後你又再過來是杯具啊、杯子啊，你像這些美好的東西，看起來用起來，在喝茶的時候還可以把玩一下，就了解一下說啊，你看這個材質啊，或是有些東西是不一樣的材質，結合在一些感受一下工藝的美，對，這樣子啊，還有器具的美，還有一些工藝的方法。呀，哈跟矮，現在的我就來感受一下兩位帶給我的氣質有沒有？然後陶冶一下阿權妹矮氣感有沒有？讓我也變得比較像兩位一樣有這種穩重的氣息一點點。不過像矮平常時真嘅冇按拍頭吼，有按到東西這麼多道具，有想時像我們辦公室的小資族，就會拿一個馬克杯茶包冰落去。這好像是我們平常比較常做的喝茶的方法，但是這個在你們叫做生活茶。對，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工業社會，大家都比較忙。那你要叫一個人在辦公室，就是特別燒開水，對，這不太可能。就是我們就是會針對這個，我們講說隨性一點是泡，就是做一個茶包，把它放在馬克杯裡面，加熱開水這樣子泡。哪怕是就是在家裡自己就是欣賞一部電影，或者是打電腦，
对，就是或者是在办公这样子都可以。没错。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样子，就是茶包在马克杯简单的茶，我们叫做生活茶。生活茶，古时候人家就除了有按用专业嘅本大家来摆茶席的茶之外，没有来做生活茶的茶包，两种都有做。对。那听说做茶包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对，怎么说？你如果是做那种粉末状，它迅速的溶开的话，那你如果茶的本质要够好，要不然就很快溶出的话，就释出就会变比较苦涩。对，嘅动作就会一比啊，茶包就落去跌落去，啊跌落去就不用等，可能係半點鐘、1點鐘這樣色體，啊色到嘅親密，可能一般都1/3嘅時間，嘅色落去嘅茶，真係係當副嘅面試。古時候茶包嘅個技術就是要做到佢按用泡，对，並唔會有負面出來。对，就是我们可能就原叶原片，让它在浸泡的释放的速度，唔会跳架，就唔会腐，唔會跳架就唔會腐。就是你可以这个是可以经得起泡，然后生活中你泡了这个原片茶，就跟我们在泡茶道的原片茶叶是一样的，对，那种感觉味道是一样的。哇，黑公按用嘅法就真嘅小资族也可以体验很奢華的色茶嘅享受哦。嗰時候基本已邀請到專家來到節目當中，當然我同大家來好好了解一下茶。其實茶味嘅本律，我知道這很難。其實富起來咧，訪問嘅東道種茶，又係講做茶嘅人，大家都同我講過嘅，我就係永遠記唔起來，就跟魷魚花枝烏賊傻傻分不清楚是一樣的道理。但是呢，我們要再跟大家複習一下，茶味有分東道種，係有本呀完全發酵、不完全發酵跟不發酵，對吧？完全。不完全跟不发酵，对，你看我到现在都还想了很久都记不起来。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要3種茶本類嘅舉例分別是什麼，好不好？好，像你剛才講那個就是綠茶不發酵，不發酵，對，部分發酵茶，像我們的烏龍茶，就是部分發酵茶，對，還有東方美人部分發酵茶，完全發酵茶。紅茶是完全發酵茶，所以我的區分方法是，它有這種賞味嘅深深的味道的，就是不發酵。對，也可以這樣子說。對，你喝到覺得，哎，這個東西就是喝到青草香，青草香，葉子有一些對有這種味道的時候是比較葉子的青草香，就是不發酵的茶，像是綠茶。或者說發酵度不是這麼夠的，不是那麼足的，也可以聞得到。對，那你可能就是我們所以所有的風味，你就依照那個發酵的這個過程，它會有一些變化。對，所以像我剛剛拿豆嘅這個手板啊，其實我剛剛不小心先洩題了，它叫做不完全發酵茶，也是我們剛剛講的部分發酵茶。部分發酵茶裡面有3種非常有名。應該是手搖店台體都有呀3種茶，非常有名，原來他們都是不完全發酵茶。但是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人家的真經底下的茶，改個米西黑馬干毛，所以我們請專業的來跟大家分享這3種有名的茶到底加的跟米西有什麼不同。像金萱烏龍，這就是部分發酵茶，它的發酵程度就比較低一點點。那你可以，因為它有時候它的香氣，你要聞它的那個青草的花草香味，所以它就必須不能夠這麼重發酵。對，但是它還是有發酵，還是有發酵，那就取決於它發酵的過程。那你稍微再重一點點，可能會有一點點的花香、奶香。它每一個發酵的程度不一樣，就會有花香，或是果香，或是奶香的程度出來。那你像東方美人茶的話，那基本上它是台灣的一個比較特色的茶種。那但是它要有的香，它必須蜜香的果香，它要有小綠葉蟬去咬，對，然後再重發酵一些。我感覺它發酵的程度應該多一點，因為它看到茶湯顏色比較深，也比較圓，喝起來口感圓潤。對，但是它的做法是用烏龍的做法。他要去炒青，對，他要炒，對，他要殺青。完蛋的，越來越難。對，越來越難，就這你這變專業了。對。那鐵觀音的話也是，鐵觀音的話也是重發酵，但是呢，它又多了一個焙火的功力啊，就是這邊前面都是沒有這麼重焙，要聞到它的果香跟花香跟草香。
那如果是铁观音的话，就可能就是碳味。所以古时候董家的 No Boy 看那个都是什么碳培铁观音都看到牙的名，所以他们以为是连接在一起，就是有火攻在里面。哦，古时候你看专业嘅同大家来分享哦，唔但唱吼，也专业嘅知识同大家来分享，加到乌卡嘅商品没有同大家来分享。哎，刚刚吃到的就是叫做洋甘菊乌龙茶，所以现在。渐渐的把花草和个按用传统的茶来做结合，做乜该会用按用的想法呢？因为一刚开始呢，我们接触到客户，有些是他想要喝茶，可是他可能想要有多一点的层次。哦，比如说我们喝饮料可能会想加柠檬。哦，对。对，那我们就是再把我们的传统的茶，再加上草本植物。碧炯贡，像我刚喝的是洋甘菊搭配乌龙，那还有其他？我们还有个产品是舒缓茶，对，那就是结合汉方的中药。哦，对，然后再这样子就可以，就是喝出来有层次感，然后又养生，又可以凸显出我们东方茶的一种韵味。对，所以现在如果说一般人不能接受咖啡因的。他倒是蛮能够接受我们这些就是草本植物汉方的茶，而且又多一种香味啊，又唔单像是茶按传统的感觉，做得有含较多的变化。古时候也就係啊，你看也哈新的做茶的人啊，佢可能會有動到無佢嘅想法同創意，還有含較多嘅內容會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也了解茶葉，也兩公婆家的當享受吼，也會做也專業茶席的茶，沒會做所謂的生活茶，就會像我一般小資族沒做得拿茶來泡，韓國有當到無樣嘅創新嘅產品同大家來分享。唔過其實也兩茶也兩公婆，我這件事都懂貼片用版講。人家本來係做科技業，但是卻來做了一個同人家過去嘅想法完全冇相關，因為人家嘅屋卡頭擺沒冇做茶，完全都不是，也不是開茶廠，也不是茶農。唔過人家的用茶卻就是一頭栽進去，然後放下本來的科技產業，他感覺離科技產業是大家很嚮往的工作，所以感覺董兄弟做乜該會有按用嘅。這麼想不開的感覺，對 ，Jenny， 你覺得呢？其實我們一剛開始就是斜槓人生哦，想說是順便去做一件，因為喜歡喝茶嘛啊，然後就在一次去大陸就山東探親回來之後，我們就他們覺得我們這邊茶不錯，我就會常常帶茶過去，然後也會賣一些茶過去哦，然後慢慢的可能就利用假日的時間會去中南部開始每一個茶區，開始去拜訪茶農茶廠，對，然後學完了之後呢，在賣茶的過程當中，你就會想說，要賣的覺得更踏實一點哦。了解更多一點，就是喝茶，我們可能剛開始喝香氣，那可能香嘅感覺，對，沙下來呢。後來你就在喝這杯茶，你就會想說，它這個發酵度，學了做茶之後，它的發酵程度是哪裡，或者是，嗰時人哋咩自家學做茶，對，一鋪一鋪開始學，對，所以就是這樣子慢慢的，然後就是去在這個過程中就創立了這個品牌。然後就是從茶園管理、種，然後到做，然後到現在就是做銷售，那也就是慢慢的，現在也有轉那個，就是一般現在都是線上的銷售。哦，你用路紅來賣。啊，唔過我就吃到懂奇怪，怎麼會？就是這個過程，感覺唐雅的按油缸好像很順遂，但是應該遇到很多困難吧？對，讀到懂得困難。對，必須講斜槓人生的時候，你要做科技產業，你又會學中茶。對不對？像是土地跟技術，前一步嘅茶經董事行啊，大家都有看，就第二可以跟茶廠，跟懂我簡單嘅事情呢。之前就是這樣子啊，先要種茶嘛，想說來源要控制，所以要去找茶園，我們大概找了1年。
哦，来源要自己控制。来源控制，所以想要自己种茶，因为我们友善耕种，然后尽量不用农药，然后这样子。那但是这个找的过程发现，茶树种下去要3年。对，才会有收成。那一般的地主来讲，他觉得说我的茶，那你要跟我签约签几年？10年最少，我觉得最少10年嘛，我才有产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现在一般来讲，人家不愿意这么长的时间借给你。所以这个东西又找了很久啊，所以我们才，但是后来啦，皇天不负苦心人，那还是让我们找到一个茶园是原本就有茶的地方。然后我们，但是是比较久的。那我们就想办法就在这过程中间拜访了很多的专业的人，然后想办法把我们的茶园尽量弄到好。所以人家得有茶园呢，那设备设批咩会花多钱啊？是，就后来发现，种茶之后发现草长得很快。所以要除草。对，因为人家就没用给杀草机，对，古时候臭味就上不动掉。对，草长很快，那就要买机器除草。那因为没有撒那个除草剂，所以呢要想说照以前的标准的工法，要翻土，你要再买个中耕机啊，对，所以那你还要再找个地方。放一些锄头啊什么的那些，然后假日呢还要因为田很大，2个人没有办法，那还要请工人来帮忙，对，来除草，所以才发现这个种茶其实对一开始也是蛮需要一些成本。古时候花一栋都成本都低度，那成本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顾虑。不过还看难的就会技术。给茶，你刚才光是讲那个什么发酵不完全发酵就已经按到烘焖呢。给喊看不是讲人家得要起家落去做，人家得很用办来烘呀做茶喏。其实后来也是一个机缘，我就碰到了一个那个神农阿伯林文金先生啊，对他现在80几岁了，哇，然后他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家。那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他很多茶的知识，他会跟我们说，他说其实炒茶呢就跟教我们炒菜一样，那每个人那有按简单，汤底你给够。他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炒菜，但是炒出来口味不一样。这个就是要自己再去观察它的那个跟天气有关，温度、发酵度很多，所以每个人的秋楼。人家讲台语是秋楼，我们讲客家话素露某空腰，对，所以就是蛮幸运的，有碰到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老人家，然后这样子的技术可以得以传承下去，对。有谈过人家的个品牌，有一天人家的青葱丝的事情，就是人家的产品是标准化的。其实标准化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简单，然后我一样的配料、一样的比例做出来就会共用的东西。不过人家都会想哦，家都做个东西很多农产品，农产品要做成标准化，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哎。对我怎么该这么坚持？按坚持会做到标准化。其实标准化，好，让这一题让掌柜的说好了。就是我觉得做茶是天在做茶，对，比较难去把它量化，就是说你要看这个茶这个步骤可以动了，就是从发酵萎凋的时候到揉捻，然后到发酵，这个是很看天吃饭的农产品，绝对是这样。所以，但是因为我们做科技业，我们就会累积这个经验值。例如说，我们春天在做茶，做红茶，跟我们6月白的时候在做茶，还有夏茶，通常红茶会在夏天做，然后冬茶，这每一个季节做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它的发酵度跟温度，我们就希望把它精准一点，把它归类，然后做出来的口味大致上是要一样的，对。这个爱糖友就懂某简单，这个掌柜应该觉得很头痛吧？一开始在研究标准化的时候。满脑子就是那个以前我们是半导体就是设备的，所以就是设备都控制温度湿度嘛，对，所以就每次在
在想这些的时候，那你就想说，那我要标准化要一样，那你就是要把这些环境数据化，数据大概维持到某一个程度，对不对？那湿度是不是要有？所以那很多仪器就想说，哎，我是不是能够这样子装，这样子改？对，这样想办法弄到。但是事实上呢，还是要靠一些现场实际的状况做一些微调，对。但是你这些东西就是经验的累积，但是因为有拜师嘛，就是有老师傅有带过，把手带过，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快的一下进入一些状况，然后大概了解什么样的差异造成这个风味上的一些不一样，对。哦，我刚听迄个正经做茶迄动态嘅访问哦，故说董导演讲吼，你亲好做一件事情，啊，不过你要嘅兴趣喺讲变做你嘅工作，你的兴趣变成工作的时候，有像是会吃到懂 Q 哎，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两位以前暗号喝茶啊，喝茶啦，变成做茶、种茶、卖茶给你。这个过程里面，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你知道本来是很享受的事情，啊，不过哈黑沙变之后，可能有压力啦，很够有懂辛苦，会有这种感觉吗？种茶从科技业转做茶，其实赚到了健康。对，以前太辛苦太辛苦了，熬夜。那辛苦的点不一样，可能一个是在办公室劳累打电脑啦，到晚上啦，清晨啦2、3点回家。那可能在茶园里面跑呢，除草，可能是流汗，跟阿姨们或者是帮忙除草的那个工人们，但是这赚到健康，对，这一点是很肯定的。所以我觉得做茶呢，应该是说这个技艺、这个工艺，然后是以后会越来越少人做，对，我们太辛苦哎，对，但是这个。茶呢，这个饮品每个人都很喜欢。你看现在我们的手摇饮也是茶，对，就是我们把它当一个事业在看，在很认真的做，对。有时候要有人就坚持给手菜。像我们这种宅工程师啊，一样修机器跟做半导体，因为都是在认真做一件事情那你最重要，像你刚才讲，做事情是兴趣，或是要有成就感的事情，你做了才不会烦。古早压哈有不你有成就感的感觉。对，你把那个茶做得好，你泡出来啊很棒，那你就觉得这就很有成就感，就这样子。就算辛苦没某种。对，我一天呢，整天这样子，对啊，做茶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从早开始要翻要看，对，要揉捻，还要发酵结块。红茶就要2天。对，再回来要批茶，批茶完之后走水的时候要看状况，然后弄完了之后还要揉捻，揉捻完之后结块，结块完之后又要发酵，发酵完之后要烘烤，你都要在旁边看着它。你在讲绕口令吧？这是制成，就是这样子。对，古时候你看哦，要用啥？不但对口经啊，转做也做茶，有年起个嘅理念，韩国年上楼起个。中医嘅設計氣氛嘅同大家來分享，還有韓國度內容同大家來講，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劉記茶嘢啵。啊，今日有請到也識茶、種茶、做茶嘅專家來，當然我想大家同大家來介紹一下福喜薏米咯。今日嘅題目係紅茶同烏龍茶，上來哪種茶係會衰唔同？因為當然唔敢識茶，就係講會衰唔同有這個咖啡因啦，對不對？那到底這個解答是什麼呢？我們請掌櫃跟大家來分享一下。跟發酵度有關係。發酵度哦，好，還有一種手板，它叫做影響咖啡因含量的因素。這張手板看起來也是很困難，很學術。掌櫃以第一個為主好了。嘿，好，發酵程度大家比較容易看得出來。所以你看綠茶發酵度一點點，沒有發酵，所以它基本上它咖啡因是最少的。沒有發酵的咖啡因是最少的哦。然後烏龍茶這個半發酵茶，部分發酵茶，部分發酵，所以它就比較少一點點。那紅茶最多，
所以它的咖啡因含量会稍微比较高一点。所以要反过来讲，以前人家说对红茶比较少，事实上红茶是比较多的。哦，那浸泡的时间，黑讲茶包泡进去，滚水滴度给时间吗？是吗？用滚水泡做较久，咖啡因做较稠，就它抖哦。浸泡时间，那烘焙程度哦，这个也很困难。温度久一点、高一点，它可以把咖啡因给带掉。所以你要喝那个老茶，不是老茶，就是重烘焙的茶，焙的比较久的，它的咖啡因会比较少。所以刚刚被挥发了，炭焙铁观音比较少。我以为挥发了。因为俺相公，所以你看他那个在他们那个焙笼，他们在焙的时候都会有那个白的那个屑像咖啡因一样，它会把它飘出来。原来是这样，因为俺头白一直用茶色去判断它的咖啡因，结果是不对的。哦，那跟树种也有关系哦。哦，树种也有关系，但这个红玉的大叶种，它是树，它是乔木，对，它乔木。我们一般小叶种是灌木，所以它的那个咖啡比较少。对，灌木的比较少，乔木比较大。树越大的，加给咖啡因没有可能它多一些嘞。多一些。啊，不过亚的咖啡因跟真正的咖啡比起来，那个咖啡因量应该是落差很大的吧？其实喝咖啡的话，还是咖啡因比较多。哦，这茶它没按多啦。我们要喝到那个咖啡因呢，就一天要喝很多，才会达到咖啡的这种咖啡因的含量嘛，对不对？古时候同大家来分享哦，你爱看亚生了呀茶那一种茶给咖啡因比较重，有跟它手板下给呀按多种给判断的方式。那我们也有像到留意产业来到节目当中，当然就会有像家的同大家来分享呀产品啊，我看到家的这样包装啊，还有名哎，真的觉得好有创意哦，有这个风情万种、小家碧玉跟南岛闺秀那。漂亮如我，就来个南岛闺秀好了。最近晒得有点黑，南岛闺秀刚刚好。南岛闺秀黑马盖意思，黑马盖那种茶呢？南岛闺秀就是我们的台湾红茶。为什么台湾红茶要叫它南岛闺秀？我们其实在取这个名字是说，我们喝完之后，它有如南岛闺秀般落落大方，它就红茶喝起来很圆润、浑厚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再给它取了一个 slogan 是南岛闺秀。那在搜寻上找我们的话，南岛闺秀可能很快就会搜寻到我们。对，但是可能品牌辨识度很高。对，因为搜寻台湾红茶，可能啪一长串大家都有。那你只要打南岛闺秀红茶，就会直接请到雅布卡。对，好有创意，而且刚刚太敢有看到给茶给什么那个在玻璃杯里面看到它的颜色是有点琥珀红的颜色，好漂亮哦。这个颜色就是标准的红茶的颜色。那就是这手摘是那个条索。去揉捻的，所以脱绳按用一条一条给用然后我们的 logo 也是请文创的那个年轻人设计的，所以我们乍看之下，我们这个就很文青风。对，这个流是一个流，远看其实里面看是流记 T， 就是一个英文的一个顺时钟。对。原来是这样。我说唔看，我做到大家嘅目珠吼，我发动到心思，唔但像名嘅，我认真上 logo 没有认真来设计。但我还想要问一下，风情万种跟小家碧玉是什么茶？很好奇。小家碧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乔木我们的红玉所以美黑红玉也是红茶。对，它就是喝了会有像就是凉凉的感觉。凉凉的，像薄荷的感觉它笨蛋跟茶蜜就有按用个香蜜吗？对，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肉桂，淡淡的肉桂味，是它自己本身的味道。对，品种香，原来是这样。那国际的品茶师就说这个是台湾香，给它一个很美的名字，所以小家碧玉。对，日月潭的红玉嘛。就是这个品种，又清新的感觉。但是这个红玉是我们北部也有种，但是对我们在中部的农会把它发扬光大，推广得很好。对，然后还有一个
风情万种。那有黑马给茶可以风情万种呢？这个就是蜜香红茶哦，有如28佳人，对，这是浮尘子，我们俗称的浮尘子小绿叶蝉咬过，它就会有一一个特殊的风味，抽眼，对，抽眼之后就会做出这样的茶。做乌龙就变成了东方美人。做乌龙的做法就是东方美人。OK。红茶的做法就是蜜香红茶，就是这样子，都有个蜜香在上面。都有蜜香，但是做法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哦，原来黑暗呢。但是都必须要有小绿叶蝉。要有抽盐膏，才會有按樣嘅香味出來，對不對？對。嗰時候其實也順通下面有看到也能夠咧係同也插園來合作嘅商品，嗰時候也到嘅茶販賣咩做得啲桃園插園咩買嘢到。对，就是在桃園捷運，我們有合作3款，六個大小這樣子，然後也是一樣，就是南島閨秀、小家碧玉跟風情萬種，就是有幫那個桃園捷運那邊，對，就是設計了他們就是特有的專屬的包裝，這樣子。咩當講，韓國唐宮9年咩有新的這個通路，係線上嘅通路愛開始誒。對，就是我哋就喺網路啦。網路，自家嘅網路。大家是愛請留機茶飲就都會請得到。对对对，就是这个，因为现在的后疫情时代啊，真的，对，希望赶快结束。对，就是大家通路买就是线上购物的比较多，大家网购、团购，幾多個卡，按用就東方片。韓國唐宮沒有新的商品會出來，是同漢方的，我們有4款的漢方的茶，然後10種我們台灣的。就是包括我们北部我们自己做的茶，还有比较像中南部比较有名的山头的茶，对，就是比较让大家比较大众化，选择性比較多。哇，古時候大家做得來好好期待一下哦，啲名路上就做得來請到家到買到家到嘅茶哈。古時候今日非常神夢留意茶葉掌櫃跟 Jenny 來到節目當中，神夢兩位，謝謝主持人，神夢你安之 C。好，俾神夢天司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數看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哦。歡迎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